时间到了，我们马上看一下这个，这个是第几个？就是那个是上课的，教导很高兴来到你们那个家里。那我告诉你们，那个所有的那个好米，我到你家里，就是有说的大事，下地告诉你们这个，那我们都很高兴呢。我们见面由于这个电视，文邦人可以遵守那个10条诫吗？我再讲一遍，就是要说的大事，大家好，我们马上看第13个那个教导。我再讲一遍，不管是你在哪了，在这上，在办公室里，在家里睡觉那要说的大事的话，就告诉你们要说的那个恩惠。那按照今天的那个题目我们马上看一下。以赛亚书56章，从那个6节开始，我们看一下。56章，就那个56章，还有那些。因为他们那里说了用这个就刚说了外邦人必须遵守那个10条诫，那要说的大事下地直接来调这个那个就是那个一如那个教导是来自魔鬼，因为外邦人他们那个被拦住掉那个他们的路必须遵守这个在以色列国家那里，这个是禁止的。如果那个外国人来遵守这个10条诫，那他们来用那个这个句子就那今天要说的大事下地来给你解释，没有外邦人遵守那个遵守过10条诫，这个是别的东西，你先认真听你信仰的之后就先过来找要说就些的转给你我第6节到第7节。还有那些与亚法联合的外邦人呢，要释放他，要爱亚法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放手安息日不干犯那个外邦人遵守安息日嘛，要至少他约的人，这个就是那个10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他怎么说呢？我必领他们到我的身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在我当上比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在这里就是好像是外邦人那个遵守10条诫，好像父亚法同意了，给他们荣耀了这个行那不用介意。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低的那个，就是这个第7节呢。如果说你是外邦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非洲人、马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呢，我不知道你是哪国人呢。假如说你进去在这条路遵守那个10条诫，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呢，那上帝怎么说？带领你到他的那个身上，这个身上
是在以色列那里，因为那个神就是在以色列那里，上帝放过了那个耶路撒冷的殿。那你在哪里了？去过了，你还没想过去那里呢？你就不对了。这个是第一个。还有别的证明呢，但是先跟随一下那个他们的燔祭和平安斋，在我当上比蒙悦呢，因我的殿比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有没有做过这个燔祭？和平安斋，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你一直答复，你不要跑过去，这个到要说那里不可以进去那里。要说说过了，要说过了，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没有说过这个。那个牛的血被流出来了，那个已经定好了，我们按照那个加拉太书第3章，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一个门徒烧着3章15节。弟兄们呢，我却照这人的真话说，虽然是人的文语，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去或加增的，那表示就不可以把，不可以加的，也不可以把减掉。那这个就是我想的，如果你又加了那个上帝的儿子，然后他代表那个犯罪最大的罪呀，这个是那个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是9节蒙书记那个第4章第2节不可以说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必须遵守他的吩咐的，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你没有什么权利把要说进去里面，不可以把它进去里面。这个是精准的按照那个律法，那门都说过了，那个已经定好了，就不可以加。至少好像买的东西你要跟那个人那个订合同，如果你要把那个改掉，你要把这个合同拆掉，再重新跟他订合同，不然不行。我举个例子，你买东西，你们去那个市政府那里，那个合同已经签字过了，你不能动那个，不然你是别人了。如果里面的合同你把那个改掉，那个不行，必须重新做一个。那个是条件我们写的律法应该有的那个女的血就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上，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可以放进去要说或者那个生的儿子，因为已经有了那个女的血，那个已经定好了。按照刚才那个加拉太书第3章15节这个是要说的那个律法，他自己不同意，这个就是你们那个罪加那个别的那个罪，你们那里就有那么多那个罪，那我
意见里面呢，你们先跟这个离开嘛，先走掉吧。如果你喜欢死后走下地狱，就你先继续住在那里，你不可以把那个公物的换掉。我刚才给你们说了2条那个律法，就来为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18节，就是那个就是到天地的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马太福音第5章18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你们先听好，那个认真听，我是在告诉你们呢，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了，都要成全，不可以把这个废去掉了。但是在要说这个就被废去了。但是你们那里就说这个，你们没有什么权利把那个拆掉了，你们不可以这样做，把那个公物换掉。如果你拿着那个限制的那个话，就你们必须做这个公物，上鸟牛那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56章，就你已经违背那个律法。如果你要做这个犯罪，就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6章。以赛亚书第66章3节，这个就是那个送那个公。那在这里我们能看得到外邦人不可以遵守10条诫，不行因为如果你不做那个不送给那个公假冒为善的宰女，好像杀人。你看先养羔好像打着狗像危险的。那你外邦人呢，方有说在这个把它换掉，那个把它那个代表那个牛，那你会丢掉地狱火火里，你已经在地狱那里了。你送公物的先养羔好像打着狗像，狗不能进去上过，在外面那里，这个献公物好像献猪血，不可以吃猪肉，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烧乳香好像正送偶像，那么危险呢？如果说你送给亚法那个公物因为他们立位做这个，经常有人带那个他们有那个你们是好像乳香好像正送偶像，那您看到了，你们那里做这个就不行还一直住在那个10条诫里面说这个按照这个话，你们就是这是好像那个打着狗像，那上帝已经恨过了，把那个上帝的孩子
代表那个公务的，这个就不行。按照有说的话，那这些长民多，你们那里做的就不对。那我这个提问，为什么那个上蚊子放这个在这里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必须有个原因的，但是不是你们法国人、美国人、中国人、马国人、南非人、非洲人不行。为什么有这个？按照那个以赛亚的话，那个不好意思，出埃及记在那里亚法复活，通过把杀掉那个埃及人的那个第一个孩子，他要杀掉他们呢，让他们那个遵守那个预期，就是那神父让他们遵守听从那个预期然后让他们还没是条件还没有啊，那这个律法就是那个上帝给他了，因为预期到了。就有一种那个律法，因为那是他要把杀掉以色列人的那个第一个儿子。那如果说有的外邦人愿意遵守这个预期，因为必须把杀掉那个埃及人的那个第一个儿子。神安排他们外藏起来。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就是努力，时间到了为要出去，法老不让他们走掉。有那个攻击在他们中间，就是那个法老和那个摩西。那法老不行的之后上帝必须做早样。那我来告诉你们，念书准备好，我也那个这个话的主会给你介绍那个照样，别记住这个教导。你不信仰的话就先做，你不信奉，你信奉就先过来报名熟悉。比如说那个一种那个教导，把除掉你的罪然后不再犯罪，因为你祷告就不要再犯罪。你看见了在这里的人呢，在耶和华这里多不再犯罪，你别亵渎。你没有过这个现在有来的，你认真听这个真话。哪个人喜欢走在真理上就让他走。这个耶和华会有说会那个照样吗？他们是上蚊子的主啊，你们先跟随这个教导，这个必须到达那里，因为如果你一直抵触他，就会攻击你。他要救人了，你不想走，你就那个做那个，这个必须走，没办法。这个是真话。魔鬼那个把这个杀掉了，因为魔鬼不喜欢人多，不再犯罪啊。那他们找那个好几个办法把这个挡掉。时间到了，先找耶和华，先过来找耶和华，这个是真理。那我们说话回来父耶和华跟那个摩西说了安排他们多进去，在家里你们在家里听从那个预计，那是他们吃那个苦菜好几个备注了你们准备好，你们会，我来解释一下。你们进去的时候，我就
出去扒杀掉埃及人的那个第一个儿子。外邦人听见了这个，出来以为那个埃及人呢，因为在那里也呢是有的那个外邦人呢，那他们就是那个求摩西，我们也愿意跟着你们那个听从那个逾节，因为怕那个出事，因为你们如果说愿意跟随你们，想让他们跟随吧，但是呢，他们必须少隔离了，为了跟那个亚伯兰的那个时代一样啊，为了才可以一块吃那个那必须把他们少隔离了，他们读医的时候就他们可以吃逾节。我们看一下那个上帝的话，今天比较出埃及记12章第1节，耶和华在埃及的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这个月为1年之首。这个就是那个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主是日，个人要按着父教去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只捕了一只羊羔，半人就要和他隔壁的20公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就是那个指的那个就这样嘛，要按着人数了分量计算。那意思就是什么？要算那个数量，要无长期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羚猪，或从山羊、羚猪都可以。英国、马国、中国都做这个复活节，他们都没有做这些，没有杀那个。第6节，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立了。第月14就把杀那个。各家要去点水，都在这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那个门关上后，门上就这样做的。但也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五角饼和谷菜同吃，不可吃生的。那在这里，与五角饼和谷菜同吃，不可吃生的，端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就这样烤的好吃的。不可上下一点留到早上，若留到早上要用火烧了。你们这样高当要剪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节。这个是逾节。其他国家做那个复活节没有做过这些，他们说的，但是没有动作了，没有听，就是对这个有那个反驳的。那个羊羔在哪了？那个都没有啊。谷菜在哪啦？你们先看一眼，怎么违背法律了？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时间这里，你们的复活节，每个星期天第14天应该是会星期5、星期6，你们不会呀，就一直星期天。那这个就是人的那个教导，就是规模的那个教导啊，上帝真生气了。你们对真神开玩笑了。
你们要这血在你们所住的房屋所记号，因为那业务要相信埃及的比把埃及的一切头上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那个神。我们那个是啥节啊？在下面那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万八人多，也是在里面啊，48节，48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亚法烧遇见他所有的男子无要烧割礼，让我才用大枪来总烧，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为烧割礼的都不可这样搞。本地人的和寄居人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一归一里。这些人就是不是在英国或者那个法国那里，这些人就跟着他们在埃及那里一块儿做监狱，在埃及那里但是以色列人的数量比较多，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有那个外人呢因为他们埃及人就是杀人的有外人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就是来说那个以色列人呢，那外人跟着那个以色列人呢，我们先跟随你们呢受那个逾节，因为他们也要求他们按照那个上帝的律法，必须烧割礼，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太多烧割礼了，到第8天要烧割礼了，按照那个亚伯拉罕的律法。那在这里那个外国人又进来了，这些就所有的男子无要烧割礼，几个烧割礼的就在亚伯拉罕那里，为了这些外人才可以跟随以色列人必须烧割礼了，他们无要烧割礼的时候才可以烧那个逾节那本地人和以色列人就遵守一个律法，那这个逾节放这个进去在摩西的律法上。我们先不管这个，我们来看这个。那这些外人呢，跟着以色列人呢，从那个埃及那里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无要烧割礼，他们跟随那个摩西，出去那个埃及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23章，那个在哪儿了？13章，出埃及记第13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在哪了。有外人跟着他们呢，小子那个在哪了？你们能查到吗？能查得到吗？
你们小姐先帮我查12节第2章37节到37节到38节，12章不是3章，37节到38节。以色列人从蓝色寄信往数个区，除了妇人孩子不幸的男人有60万。38节有许多现在人病有养，穷有穷，和他们移动上去这些就是那个外人呢。那他们就是那个他们从埃及都领出来，就他们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烧逾节。就这些人如果愿意遵守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9节，不是你们外人在其他国家，他们就住在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一块儿跟着那个以色列人，就这些可以少逾节。你们在别的国家不可以进去里面，上帝说的时候，那个律法按照那个出埃及记，哪一个可以遵守逾节和摩西的那个律法，就这些那个外人呢，他们也有进去了，因为他们要受隔离了。就这些如果愿意遵守的话，就上帝对了，因为他们住在那个以色列那里，那上帝就赐给他们这个以赛亚56，不是你们在马达加斯加、英国、法国、美国，或者在澳大利亚或者阿拉伯那里，伊朗，我不知道你是哪国人，我越南、中国，这个不是赐给你，不给其他国家，但是赐给以色列人的孩子。那这些外人呢他们一块领出来埃及那里，他们一直跟随以色列人，没有跟他们糟害呀，他就是同意为了守那个大的那个律法，但是其他国家除了他们以为就这个是你们的律法，你们不可以进去。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也是出埃及记说着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呢都不可以进去里面，按照这个律法，我们也要进去里面，不行。哪一个可以进去？就是他们这些，那是那个19节还没定下来了。在那个西奈山上那里才有个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提前就到了，这个就是专门给他们的其他国家，这个是他们的。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第1号，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那个一出去的话，他们离了利非当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他们走了的时候，过3个月之后，就到了那个一个旷野，就是西奈。从这里有个律例出来，没有什么人，没有人会把这个改掉，没有什么权利，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在这里的那个律法，就是为了所有的人多。摩西到神那里，亚巴从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以色列人说很清楚了。这个是调节好那个摩西的律法，说什么呢？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以色列人说，呼唤他说，你们那个法国人、英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多，所有的人在这个地球上都被开除了，你们不可以进去里面，就这样。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既看见了我如已经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如果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上帝都是我的。如果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就是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其他国家多不可以进去，不然如果你们进去，就以色列人把你们杀掉。这个就是那个给他们以色列人那个遵守。刚才我们说了，你要呼唤他雅各的家和那个以色列人家。那没有其他国家，这个不管以赛亚书第56章，父亚法说定了他的律法在那个这个是以前那里，从这里开始，那个是以前的，但是从这里开始，外人呢没有少过逾节。律法定下来了，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就是雅各家和以色列人家，那律例已经放好了，这个律法已经放好了，被写了在书上，然后倒了那个牛的血，把倒那诗篇147章19节到20节，诗篇第147章，他将他的道，这是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这是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这个也在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第19章那里，他在书里边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第19章那里，他讲他的道，这是雅各讲，他的律例典章，这是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没有只给那个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呢。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如果那个外人进去里面，那你就一块跟那个魔鬼联合了那个不行，你不可以就说这个，那其他国家一定要早改，就出来以为那些伟人跟随过，他们跟着过，他们有那个当掉的那个外人呢，以前少过了那个，这个就是他们呢，不是你们那个在后面这里亚法所吩咐的他的那个利率，他的律法按照那个这个不是给其他国家，就说不可以带这个到巴西、美国，不可以带这个在塞内加尔那里，不可以带这个在印度那里，阿尔根蒂那、波提加了，就在以色列那里才可以了。
你们存活一世的日子，在亚法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唯一的地上，要经受中心的律例典章，在乃是这些。这个必须你把这个改掉，就你是魔鬼。这是亚法的你们神的所吩咐的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们在所12章，刚才是申命记第6章第1节，现在是申命记12章第1节，奉要说明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亚法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经受中心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这是你们的那个就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经受中心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就在那里，就亚法送给你们呢。这个就在以色列那里，这个就是那个亚法的那个律法，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那个中少那些人地主，这个就是魔鬼因为不法的人呢。那你这样说，那这个以赛亚书第56节是在哪了？这个就是那些人一块儿跟那个他们领出来，就那个从那个埃及国家那里嘛，他们因为他们怕出事了，就让我要那个烧割礼，然后可以烧那个逾节，没有别的那个律例，就是这个逾节的那个律法，一到了以色列那里。愿意那个听出那个安息日和那个，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以色列国家那里，那他们没有什么问题，说那个公务的还没有禁止的，但是现在呢，说有的人那个送动物就不行，按照那个上帝不同意了，那证明。这个是调节就不行了，你们那里都是疯狂的。如果有人说，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已经有那个拦住路了，外国人不可以进去里面，就这样。我来画一下，为了你们那里能看的，就有的人。没办法看，因为这个在电视上才能看得见。在电视上我们画一下，这个是以色列人呢，这个是从开始是以色列人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呢，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呢。那以色列人呢，和那个这些外人呢，这些是外人呢，一块儿跟着他们在那里，他们是外邦人呢。或者 HF 马语的话。假如说这些外人呢，在那里愿意吃逾节，必须烧割礼，才可以跟着以色列人遵守那个十条节，他们那个烧逾节的那个律法。后来如果说他们愿意遵守那个十条节，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56章第6节到那个
期间呢，如果说因为他们都一块住在一个地方，愿意那个遵守十条诫，就这些伟人呢，就他们，但是除了因为他们呢，他们那个在外面我画那个蓝色的，你们不可以遵守这个逾节，这些是外邦人的债，这些呢就是不可以遵守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条诫，这个是禁止的，这个是好像那个当心岛嘛，这个就是好像那个当心岛。禁止的外邦人呢，不可以遵守这个。这个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第56章，那些外人跟随他们从那个埃及领出来了，到以色列那里，他们可以遵守。那我相信你们都能听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就这些一块跟那个以色列人领出来那个埃及那里，一定要在以色列那里才可以那个遵守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这个就是可以遵守，这个在以色列那里，在这里，在里面，就这个外人呢，以色列人已经遵守过了，他们一块儿可以走，但是那个其他国家不可以，因为十条诫已经定下来了。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56章，就这些外人呢一块儿跟着那个以色列人呢，那你们我相信你们能听懂以赛亚第56章6节到7节啊。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呢。那我们先看下一课的教导。非常感谢你，父亚巴，为了你的恩惠和你的恩典，你送给了我们那个这些道，为了把他们拿着回来找那个真理，不去那个错误那里，就这个要说的那个教导已经来了。这些话为了把开垦人的那个脑子，为了他们回去你那里，这个是要说你祝福这些话，为了带来听到的人那个恩典和他们那个看见的人呢，祝福这些话，祝福你的教导，荣耀归于你，父亚法，请答复我的祈祷，天天请答复我的祈祷。非常感谢你，你提前祝福我说什么呢？我知道了，奉耶和华的名字，非常感谢你，父亚法，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次的歌